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我们今天6月20日，我们要来从诗篇学祷告，将倚靠带进祷告。我们要读的诗篇是61跟62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62篇11节。我们一样先来读现代中文2019版的。我一再听见上帝说过，权力都归属于他。和合版这样说，神说了1次2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所以一切的能力其实都在于神啊，而且我们是听见神1次2次说过这是诗人说的。我想我们如果天天祷告读圣经的话，应该是不止1次2次，而且也就是即便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正在急难中，或者是我们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我们的神都会对我们说话有汤姆华森，我非常喜欢他说的这句话，他说当祷告引领前锋，时候到了，拯救就带来后卫。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人生赛局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前锋跟后卫那么我们的这一场战争，人生的战役就是稳赢了稳赢了我想我们最近其实大家很在意的，而且让人很兴奋，很激励人今年的 NBA 的总冠军金块夺冠真的是逆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他们就像你我一样是不被看好的，而他们却是用他们的不断的努力跟相信，而他们就慢慢经过1年2年3年8年，今天如果有人说大概这个1年前这个他们就会赢，会夺冠，我看你会被笑但今天却是这是事实竟然是由这样不被看好的尤其这其中有一个小队员金块队的球员小波特，他在球场上他见证神的作为，除了他是一个稳定的力量以外，很重要的是他其实背部一个运动员竟然经历背部大手术3次，那他每一次能够上场打球，他都觉得很感恩。要完成每个比赛，他都要把一切交托给神，然后每一次他若能够得奖得名，他都将荣耀归给神当然我们知道受伤之后其实日子并不好过，可是这个小波特这个球员他竟然他会记录一天当中感恩的事不只是生活中的琐事，对身体修复、心智和恢复力的感谢放在感恩的日记里面。他始终缅怀着还没有受伤前的巅峰状态。对年轻的小波特来说真的是这是一段旅程而这段旅程呢是一个让我们佩服的正如他说的当他如果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说叫他不要放弃，继续往前继续往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打球的时候必须依靠那个脚的脚踝要支架等于是他失去了健康跟自由的时候，好像他职业的往前行，他需要一个支持，一个支柱他为此献上感谢，因为他后来能比赛，所以他知道他一生的依靠是这一位良善慈爱名叫耶稣，
他为我们每个人而死，这是他写的哦。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信心依靠他，依靠他。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心痛、逆境和为难，我们都要持续相信这位神，因为他有个计划要给我们好美的见证，好美的见证。选择耶稣是他的坚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不相信我们的时候，我们有选择依靠神，我们有坚持我们所信靠的吗？今天诗人在61篇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优美的祷告诗，因为他恳求神给他力量、安稳跟庇护。他用赞美来做结束。有人说写这首诗的时候应该是大卫已经平定亚撒龙叛变所写的，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大卫，我们持续看到他写的诗，我们都发现他持守着对上帝的爱跟信，以致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他都有盼望。这就是61篇他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诗篇都可以成为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的来等候神。62篇也是一样，那个大卫他自我的勉励，当然他也勉励他的百姓专心来依靠上帝，聆听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稳固。因为这世代变化很多端但是有一个力量是我们可以靠得住的，可以靠得住，它会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好不好不管我们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拿来读。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除了最近每天读2篇，诗篇读完之后，我们甚至可以用诗篇来祷告音乐牧师就邀请我们透过诗篇可以真实到神的面前，用诗篇来祷告。我们打开我们自己为最真实的自己来面对神。神要我们透过祷告，他跟我们一起祷告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渗透我们的心灵，我们有时候心会划昏，对不对不是他讲是咱的心都讲去那个不是只有结婚的人会头昏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头昏我们需要依靠，对不对？我们头昏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钟贤哥上个月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常常觉得头昏，哇，很多的检查头昏头晕，我们都知道可能耳朵不平衡中医还说血压是不是太低？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血压都只有这个110 80而已，哇，太低了说各种的检查，最后是可能前庭头的前庭有一点退化了像小孩子一样，前庭如果没有发展很好，你会头昏、头晕、头昏，我们需要有依靠，是吗？我们在水中也一样，大浪来的时候，这情势、世界的局势、情势，大浪来的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依靠。今天的诗篇再次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愿意吗？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坚固台，他是我们的堡垒。诗人说，求你容我终身住在你的帐篷里，让我在你翅膀下得庇护。上帝你听见了我许的愿，你把敬畏你的人应得的产业赐给我。上帝愿你永远掌权，我要歌颂你，我要天天向你歌颂颂扬。主你是这一位拯救我的，
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你，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我要听你一次两次说，力量、能力、权力都在于你，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我要来全心依靠你。62篇12节最后说，主啊，你有不变的爱，主啊，你要按照每一个人行为赏赐。和合本说，因为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亲爱弟兄姐妹，是啊，我们活着，我们还活着，是因为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跟我们算账。算账好像是很消极，很让人家恐惧。更进一步是，主再来时候，我们都要成为那得胜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日，还有多少的日子，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好好活着，我们的生命要贴近神，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才能够成为那得胜者啊。因着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因为能力、权力都在于他。我们听见了吗？我们愿意信靠吗？当祷告引领前锋，时候到了，拯救就带来后卫。我们人生这个赛局啊，是无限赛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要跟主一起得胜。我们一起来默想，诗人唯一的依靠是谁呢？什么是不可依靠、障赖的呢？依靠神者有何表现？这给我们什么榜样或提醒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诗人他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最稳固的磐石。凡是仰望赞美你的人，主的你的应许绝不令人失望跟羞愧，并且你要按照我们的信心成就大事。谢谢你，在我们困境的时候，你拯救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信靠你，是我们最稳固的高台，你必使我们不动摇，唯有你才是最宝贵的力量，使我们得胜。唯有你才是我们最可靠的避难所，使我们得拯救。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靠主要得力得胜，我们要成为那得胜者，靠主得胜哦。我们下次见。